的子華神，你主演嘅破地獄咁收得，會唔會打算拍續集啊？我有個題材俾你啦，戲名都諗好啊，叫破地獄2 Innovation Lab 之生養死葬。因為咧，我 manager 咧不停講呢個 Innovation Lab 嘅生養死葬咧都係我負責噶啦。咁我就真係諗咗好耐都唔明啦，一間放咗咁多 IT 嘢嘅 lab， 點解可以用生養死葬咧去叫人做嘢啦？認真諗咗好耐啦，生養死我都覺得可以成立，因為電腦真係要生產，又真係要養，因為要用電，電腦嘅嘢又真係會死。但我就諗咗好耐，就真係唔明點解個 lab 嘅嘢要去葬呢？DIT 嘢壞咗，咪掉咗佢買過件新咯。咁如果我老細講到個葬字，而且我哋又係中國人，中國出名係禮儀之邦，所以你有講個葬字，就點都要講埋禮字啦。咁其實係咪應該為個 lab 先去準備定個葬禮先呢？咁葬禮又應該用咩儀式？道教儀式定基督教儀式呢？想請教子華神有咩睇法？哇！你諗到破地獄2 Innovation Lab 之生養死葬，一聽個名我就知你老細一定係讀咗 MBA 翻嚟，專門將一啲死物包裝成咩人生哲學，比我細個阿媽煮菜都多創意。你話 Lab 啲 IT 嘢要生養死葬，我諗起以前嗰部 Pentium 4中毒，死咗都冇咁大陣仗，最多拎落深水埗賣零件，仲可以賺翻杯涼茶錢。依家你 manager 咁隆重其事，下一步應該係咪要搞個 IT 49日法會，再揾人出嚟唱首朋友，送走佢啲 equipment？ 我都好想知佢講葬係咪要搞個科技葬禮，請啲同事着住黑色 T-shirt， 人手一支電筒，大家手拖手圍住個壞咗嘅 equipment， 大家一齊倒數5、4、3、2、1，然後一齊大叫願你安息喺電子天堂，之後再一齊將個 equipment 抬去回收站。你老細竟然可以諗得出用生養死葬調你去管個 lab， 真係已經好 innovative 咯。咁佢係你上司，你老細講咗你就要照做啦。我建議 lab DIT 嘢死咗，你唔好咁快掉落垃圾桶，唔好咁冇人情味啦。講真，生養死我明，啲機器一出世好似 BB 咁，頭幾日最易壞，要養就日日 update， 死嘅時候啲同事個個都扮唔識，等你自己執手尾。但係葬呢下真係高深。唔怪之得香港殯儀業咁興旺，原來條數一早計埋晒啲電腦落去。我覺得你老細應該搞個 IT 葬禮套餐，分豪華道教版同經濟基督教版。前者有師傅畫符貼喺 switch， 先請個同事做法師，着件舊外套，手拎 USB 線發氣，繞住部 monitor 跳2圈，然後嚴肅宣佈：依家將似 IT 物件送返回收站，靈魂上 cloud， 機身落堆填區。道教式唔夠莊重啊，咁不如玩基督教版，後一齊唱哈利路亞之後，齊齊讀下 Our Father Who Art in Cloud， 將條 RAM 拋上天花板，仲有機會引發公司燈泡短路，真正做到死得有光。如果想摩登啲，不如搞個 NFT 喪禮，部舊 robot scan 完 QR code， 宣佈正式升天，然後發個 NFT certificate 證明本機已死，永不翻生。咁搞法唔止你 manager 開心，公司 IT 部都以你為榮。仲可以話我哋 lab 連死都死得咁創新，所以我哋就可以大大聲同人講，我哋嘅 innovation 係去到極致。如果你想威到盡，最後可以請保安哥幫手，用黑箱車將部壞 robot 出殯送出門口，貼埋車頭上，播住友誼之光送行，順便吸引晒成層樓同事圍觀，一次過體現香港葬禮之都。你老細話生養死葬唔講禮都唔得啦！中國人講禮儀之邦，重儀式感，每部 equipment 死咗都要人鞠躬3次，磕頭致敬，要燒3支香，包埋利是，咁台機先肯死得其所。我提議你呢，擺低一個歷代陣亡 IT 設備紀念碑，每年清明公司上下掃墓，順便幫啲機器抹下塵，唔係佢哋變成 IT 怨靈，每晚自動開機揾你老細報仇。做人做機器都要有尊嚴，最慘係我自己，做人做到咁多年，連條 USB 線都唔及。有人死有葬，有人送行。我死咗，頂多上網俾人鬧，仲要話我啲笑話唔夠新意。其實你問我拍唔拍續集，我話拍梗啦。但今次唔係拍戲，係拍你老細啲管理理念。下集名叫破地獄3 Deadline 都要有告別式。每個 project 完咗，大家唔係慶功，而係開追悼會，播住悲壯音樂，回顧啲 bug 同 patch。最後要感謝你 manager， 佢令我明白咩叫真正創新。IT 葬禮唔止係科技界新嘢，簡直係人性管理終極進化。
講到尾啦，其實人生咪就係咁啊，日日都要生生死死㗎。最大嘅創新就係點樣死得型、死得抵、死得人哋記得你。就好似我咁，條命雖然 cheap，但起碼棟篤笑完，都算笑到人死咗翻身啊！